佢係羅馬無可爭議嘅國王，亦都係呢個城市打比嘅英雄。20幾年嚟，托迪喺呢場特別嘅比賽中，以無與倫比嘅美妙同閃爍嘅技巧留低咗佢哋嘅印記，創下咗11個入球嘅歷史紀錄。當然，仲有每一次入球之後精彩嘅慶祝活動。呢就係點解同拉素嘅激烈對決，對羅馬嘅傳奇隊長嚟講，總係意義最重大。咁我成為球員之前呢，我成日去觀眾席，我有季票，所以我係一個年輕嘅男仔，一個瘋狂嘅羅馬球迷。所以對我嚟講呢，每一場打比都係一場獨特嘅比賽，一場特別嘅比賽，同其他所有城市嘅體驗都唔同啊！作為一個羅馬人同羅馬球迷呢，我受苦就好似所有羅馬球迷一樣受苦。係人民，係羅馬呢個城市，令你同球員同球迷之間有呢種關係。然後對我嚟講，情況就相當唔同，因為呢係一種互相嘅愛，一種永恆嘅愛，就好似人哋講嘅淡。所以我體驗咗嘅方式呢，同所有其他球員都唔同。有自豪，亦有嘲諷。喺呢個永恆之城嘅激烈競爭中，一切都被放大。羅馬球迷同拉素球迷之間嘅較量，滲透到羅馬社會結構嘅每一個角落。就好似44歲嘅托迪可以話你知，呢種氣氛全年都存在嘅居民之中，遠早於打比真正開打之前。唔止係幾個禮拜，當我哋講起羅馬嘅打比，我講緊20年前。我哋係講緊幾個月，而唔係幾個禮拜，至少提前3-4個月。好多人寧願一年贏2場打比，都唔想贏一個聯賽冠軍。當然啦，如果你有一個完整嘅賽季，能夠贏到打比同聯賽冠軍呢，我哋嗰個就係錦上添花。但係重要嘅係唔好輸，因為當你輸咗打比之後，喺幾個禮拜，直到次回合打比之前，佢羅馬生活都幾難捱，可以咁講。今日呢位前10號球員已經係意甲大使，但中立並唔係禁基因嘅一部分。一個例子就係佢對帕力堅尼所展現嘅關愛。呢位羅馬出世嘅隊長正跟隨住杜迪本人同迪羅斯嘅腳步。帕力堅尼，我希望佢可以好似我哋嘅創一番事業。我一路都話佢有睇過人之處啊！帕力堅尼第4球。不過羅馬係一個困難嘅地方，可以話喺呢方面嘅待遇唔及我哋。但係我覺得如果冇繼續朝住呢個方向努力，佢將會得到球迷嘅一切愛戴。喺過去，偉大嘅外籍前鋒亦都影響過羅馬嘅同市打比，而譚美阿巴謙就延續咗呢一個傳統。一開始當呢啲球員嚟到，個個都話佢會係打比先生封面人物，佢係一個好犀利嘅球員。譚美阿巴謙入閘啦！呢個係一個頂級收購，而且佢係一個好樂意為球隊作出貢獻嘅年輕人，幫助有困難嘅隊友。咁所以我認為呢樣嘢喺羅馬呢個地方係至關重要，因為咁樣可以表現出對球隊嘅歸屬感。喺呢個永恆之城準備迎接星期日嘅奧林匹高球場舉行嘅第155屆打比之際，杜迪預計羅馬主帥摩連奴喺關鍵嘅戰術對決中會比拉素喺沙利更勝一啲。最重要嘅始終係球場同埋球員，仲有爭勝嘅動力同決心。跟住呢，當你有2位嘅高水平嘅教練嘅後備席呢，你就會知道呢場會係一場好好嘅打比。有摩連奴坐喺後備席，呢個安排會為球隊帶嚟額外嘅優勢同幫助。佢會不斷激勵球員，
令佢哋保持鬥志，佢會將佢哋推向極限，甚至超越自己嘅極限。而喺羅馬呢個城市，呢個就係最重要、最關鍵嘅一個因素。